伫咧今年11月，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头一摆要伫咧台湾举办年会，有真侪外国学者拢会来到台湾交流，希望会当互咱的湿地保育有一寡刺激，互制度更较完善。一大阵乌面腊杯，一窟一窟的岩蚕，一大片的菱角蚕，这拢是湿地无共款的模样。湿地会当吸收碳气，对地球的降温真有帮助，正需要有计划保育。今年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头摆要甲年会办伫台湾，对咱来讲是一个难得的交流。国家公园署表示，目前台湾列管的湿地总共有58个，有在实行保育计划有34个，也阁有一部分需要甲民众沟通。希望透过国际上，大家拢真重视湿地，互台湾人知影湿地的重要性。咱的保护利用计划大部分应该有34处，即马拢已经在实施啊，那当然有一部分咱爱需要甲人民咱来沟通，那透过这个国际会议在举办，咱来宣导，可能对未来咱湿地的保育会更较有帮助啦。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亚洲主席表示，湿地有真侪种类，亲像南部有人伫湿地饲蚵仔、鱼仔，湿地清气的水源会当保障渔产的品质，甲湿地保育好，对咱的渔业也有帮助。不过，伊也表示，咱即马伫环境教育顶悬需要更较拍拼，培养保育湿地意识。这环保意识是为这个教育。即马足侪小朋友拢知影湿地足重要，但是大人即马实在是阮会使各侪足侪的方法，教大家即马叫生态旅游啦吼。内政部表示，湿地保育法到今已经实行要10档，国家公园署这边会定期做检讨，也期待这届年会交流会当带来一寡刺激，通互国内湿地保育法更加完善。记者刘新武、林奕良台北报道。